解说一个叫做断结，一个叫做相结，叫做断相异结。什么叫做断相异结呢？好，这个物件若失心灭时，势在解散，专门是靠断掉伊。好，若不可言用，若发生的时，即时错误化招，随时破。这个叫做相。相就是讲，我用一个较简单的解释讲，咱人若是咱人相见，就是讲，咱人永远就做人，永远比永远就做比，无永远就做无。这叫做相见。什么断见？断见就是讲，等于就拢无去啊。所以伊这解说就是，失心灭时，速在分散。专就是讲，伊这本来是无靠的物件，伊本来这是一个工具。这毋是单讲，这叫做断。咱灵要去转世，但是伊甲讲啊怎断去啊？无可有一个，伊甲讲。相就是讲，这个错误或者随时讲，伊甲这个物件当作是一个，迄个哪呢？生魂，生，伊无甲魂，伊无灵魂，伊讲到这个尔，伊这两个就无讲尔。咱今日这张草有咧成长，对不对？迄有电小就讲啦，你这菜鸟你讲袂使杀生是你草毛生命，树仔毛生命，你哪里讲？当然，你是一个生魂，伊生机成长的物件，但是伊无知觉，鸟有知觉无？猫有知觉无？鱼有知觉无？伊这种知觉，伊这有灵魂，所以灵魂有胎心、有卵心、有心心、有化心，这种有赋予这三项物件。那日本的物件，伊叫赋予这个物件，所以因为这个德性啊，这个记得啊，伊把这个身体这两个，这个咱这个筋甲这个骨，这两个伊甲做一个分开去了后，伊即个当做讲，这是苦，这是草，就是佫有一个生机落去，佫有一个生机，所以呢，这句偈叫做断，这叫做断，金叫做祥，草啊一直咧发草啊，安感觉草一直咧发草啊，伊讲咧到题当中，叫做断相异结。这断相异结，你后壁所话，当然这部分就是哪？我来看一下。你是失主，何失外道断相相结，做上法门。所以咱今日，你是失客的地主哦。何失去研究外道断相相结？按看到最上用法门，伊就是即个什么名？即个语录，伊甲讲啊，断就是苦，无落厝较歹看到苦，但是因为灵为了面，伊甲当作是草啊物件，所以这是因为当时的迄个个咱记得啊。伊无了解，这边为落的道理啊，所以经文先免袂理这边为落，听好。这个也个咧环境的内底有这段话，伊来讲，毋免不信何信这边对一个新的这边，对一个新的想法，这个这边就是咱拄则我讲的。伊本来就是附着一切物件拢伫迄个灵内底，
迄叫做哪呢？迄叫做具足一切。啊，这一味上教，啊面上顶。啊，所以咱人会当达到这边是达到迄个这边的极乐，那叫做无染。什么叫做受乐？当然，因为今仔日伊受乐就是讲，已经惊有轮回，有轮回，六道轮回有乐有道苦，苦甲乐是两种对立法。好，达到这边为乐有对立法，它就没有对立嘛。所以呢，苦色心。用色心讲啊肉体来，色心灭时，咱这个肉体无遐，四大的分散遐。啊，若四大分散，咱讲即句咱讲，咱活离大地，啊活离大地，啊归离大地，归离大地嘛。哦，啊这物件一个嘛，啊其实四大分散，啊全然是苦。所以所解说的迄个，伊这个解说啊，叫做断定的，当然，就拢总后壁无去啊，无个轮回啊，当然啊。色心灭时，所在解说全是苦，苦不变乐，这苦会使讲变乐乐性。所以伊这个讲的物件内底当中，伊就是把迄个上乐，把迄个即个为乐，伊甲当作是六道轮回乐，就发生这边。啊！伊讲，若说这个发心的这边，这个发心，就我拄则讲啊，咱今日分析，你有知觉无？你的知觉捕捉面内底，是因为你已经进入了迄个这边，你毋是你进入这边的内底，进入你分析一切到这边内底当中，迄物件拢捕捉得很好势哦，迄拢无欠脑的哦。迄拢无欠脑的，那你的精神起来，我昨暝吼，啊真不错，我迄精神起来，啊精神起来迄叫做色，精神起来叫做色，因为你精神起来，你较去有分别意识伫内底啊，好，啊你我讲修到了，真正伊即个为乐，就是讲我今仔日来，比如讲我用即个群的比如，你来到即个世界，你有着做一个代志。人要甲你批评，你嘛无感觉人家批评。好，就参照咱过去捌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哪？有一个当中，一个师傅，迄个叫主持啊，叫一个小三咪，讲去的时阵啊，这个溪仔边咧看水，要看水的时阵，我看一个祖囡仔伫遐咧洗身躯。啊，小三咪伊就看伊啊，看到你后面同我拍伊啊，无，迄个兵兵仔咧笑，师傅想，我拍即个气是毋是叫最老的？啊，无太无得来，拍艺术影去，啊，艺术影去当中看一个，伊拍伊啊，看要到地当中，偏偏到一个左边的身躯，我走去比上树啊，我看一蕊尔，我无看两蕊。我那马上无得，我说我拍第三个大树影去，大树影去看，一个拍伫咧看，一个米树啊边咧看，到时看啦，看到迄个溪中有一个左眼个线骨，伊话倒转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嘛要倒去，师拍三个去，拢倒转来，即马师傅就亲切的出门啊。去了后，当中有几个大汤的鱼啊，迄个小三咪是拍鱼啊，迄个艺术影是米树仔边，大树影是讲阿弥陀佛，我前往心向，输去迄个大汤啊，换来当中就换做对。啊，师傅看到迄个左边有无？但是师傅把迄个左当作啥物件无？我来讲这已经你了无？迄叫做视而不见。迄叫做听而不闻，迄叫做罪恶的意见。迄小三咪当然伊无意见嘛，伊当然看到好伊嘛。啊，艺术咧，伊的修行就比即个啊个小三咪较悬嘛，即袂使看一咯。啊，毋过袂使看，得啥要看？我看一蕊落啊。啊，大水啊，伊就想，这个概率男女授受不亲，啊，啥要看？
做，安尼伊就毋敢学，意境都比两个较悬。啊，书信呢，3晓年啊，书信华当华就长。所以什么叫做意境？迄个意境叫实在，迄个意境叫自然，迄个意境叫做无我。伊有具足的一切，具足的一切物件，伊无去互遐名用着。搁有一个，讲有一个当中，一个师傅，带伊一个徒弟，去化验，经过一个河了后，当中一个祖囝仔遐，心慌心响，紧张的，穿到足时髦，要过，毋通讲迄个河的水我冲排咧去冲歹，我袂当过。迄个师傅看到迄个祖囝仔遐紧张。小姐，这位施主，你是咧紧张啊？我着有条代志就本来这条桥帮啊桥水冲一个当中，要过船袂当过，安尼，师傅，伊就是拢无去想好诶，来我甲你讲，师傅爱过啊，爱过什么人有心，迄徒弟就想。阮师傅人愈受不亲规个祖囝总啊爱过，安尼敢有犯着戒律？安尼某有多只想啊？伊敢想毋敢问我，但是等到3个月，都有一日当中，我伫课堂上啊，阮报告人愈受不亲啊，师主就挡袂牢啊，你来到。第3日就挡袂牢，就举手起来嘛。师傅，你讲我这人愈受不亲啊！但3个月前我去化验的时阵，但是比别规个祖母讲爱过，若安尼，这个咱去解释。师傅讲伊袂记一人啊，师嘛袂记一人啊。讲定是啊，伊3个月家己去对一个所在，甲讲到有骹有手啊，讲到，互伊师长想着，所以我着办我袂记啦，你已经排你心排3个月，你排啥？这拢是一个意见。咱师傅，迄叫做权，迄叫做权，权位的权，迄毋是叫做感，那个不是戒律。毋当东西讲性，人要受不亲，色咧，不管是伊手，听说若大入水面，但是因为我无要用手甲牵，若安尼敢是人愈受不亲？讲色咧管伊手栽落了，你听说若大入水面，你若认为讲这是因为这本来是戒律，咱民所不亲，你甲你是一个精神，迄是权呢，这个权啊。因为你有权位，比如今日咱一个祖囝仔去互车撞着，安尼倒去啊！你要甲救，有经咧你的喙人工呼吸，咱愈受不亲啊！因为你甲救了后，伊活起来，因为你为着人愈受不亲，你无甲救叫死去，这听无？应该咱就听了所以今日迄个物件叫做权。它不是一种戒律，但是你修学过来这当中，就是咱这个心，积灭为乐。咱要安怎控制个心？我伫一切思想上内底当中，我拄着足侪问题，我要安怎真正长定，要安怎长照，上定啊，要上照。咱这有经了这句话，咱现在讲袂了。有经咱批评一句话，咱气到要死啊！有阵则咱讲句话好诶，咱看到要害呢。有无？现在这个物件，因为咱的心落去哪？落去对立嘛，欢喜，拢爱人报嘛，爱落嘛，无爱人讲批评嘛。所以呢，因为你当时的这个记得，伊就是积灭为乐，生灭灭，积灭为乐。这个意思甲解叫做哪？相结，
这个甲解说叫做关键。这个变语了就拢无去啊，咱人死拢无去啊，后壁拢无去啊。前面为了这个解说，就讲啊，就参照草，人永远就是拢人，啊牛永远就是拢牛，啊马永远就是拢马，啊草永远就是拢草。哦，用草的关键，所以是讲，所以断肠而见，伊就伊讲了偏见，这是外道一个偏见吼。但是到这个所在，有发性是生灭之体，有发性是生灭之体，五蕴是生灭之用，五蕴是生灭之用，一体五用，一体五用，生灭是常，生灭是常，生即将体起用，生即常将体起用，即灭用有体归体。灭即业用归体，欲天竞生，欲天竞生，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欲不天竞生，欲不听竞生，即因归即灭。即因归即灭，当有无情之物，当有无情之物，如是即一切诸法被涅槃所禁服。如是即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服，常不得生，何乐之有？当然，这句话欲本性是生灭之体，我本是生灭之用。因为这用来来解说呢，看较有啦吼。色、受、想、行、识，安尼叫做五蕴啊。色、受、想、行、识五蕴，安尼。所以伊即话就咧讲啦吼，有发性是生灭之体，发性，什么叫做发性？发性就解释叫做自性。发性叫做自，发性是生灭之体，生灭之体。啊，所以即个来讲，五蕴是生灭之用。恁来看好哦，这个受，这个识，这个叫做外，这个叫做外受想行识，这个叫做内，内嘛叫做体啊，啊外嘛叫做用啊，安条啦吼，这个叫做识。咱五蕴叫做识、受、想、行、识，安尼叫做五蕴。所以咱历史会讲，识空不二，识空不二，受空不二，想空不二，行空不二，识空不二，啊。不二，色空，我安尼写，可能咱看好无啦吼。色空，不二吼，受空，不二，想空，不二，行空，不二，识空。安尼咁听啦，吼，这个色空，色就是这个受想行识，就是这个叫做内，色就是外。我今日看是啥面内，这个有水无？有水。受，我有感受，我一定有感受啊。感受毋是外口的哦，因为这个色是外口哦，形形色色的物件是外口哦。
修就是我感受了，我感受了，我会想，像实在面对偌济，哦，我实在面对当中100万、50万，哦，这遮贵。你收你爱啊，我爱啊，我开始你想啊，但是我会去甲问介绍，问介绍你开做了后，我行啊，行毋是行做意思，我心开始动啊。买当边，买人遐贵吼，我的钱毋知有够啊无够诶。我的心会动行，就是好像启动，所以人讲心动不如那行动吼，心动不如行动。啊，你想就是心动啊嘛，不如行动嘛。啊，其实行动就是啥物件？修想形式就是这个咧主宰，这个主宰了无？有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哪有感觉？这个电脑叫做色，咱所这间厝叫做色，所有物件拢叫做形形色色。我看到的，这厝起来足好个哦。修，啊，不是我想要起来想，我家己思想，行，心动要来叫一个建筑师要来搞话，色就是因为放你一个白色，所以因为这个，但是这个色叫做内在，这个叫做分，这个色叫做分别，分别咱听啦吼，分别就是这个分别。但是看到这个外口的物件，离产生来，你这个分别，所以这叫做无分别，无分别。现在无分别，你用这个，你毋是用这个点，毋是用这个点，这个点叫做显分别，显分别。安尼咁听我意思？所以你这个转色心理嘛。转世成咒，你这个无转嘛？你这个无转嘛？所以你用色，但是因为你那个转色空，这个色空，空就是咧讲自色，这个空就是咧讲自色，这个空就是咧讲叫做清净。你因为你这个色，这个肉体外甲内甲做伙，色空不离。它色归空，空归色，就是短万年嘛，短万年嘛。一切因缘色，因为万年，因为你无这个空你看到，安尼你家己会攀缘嘛，对不对？现在短万年，因为你缘起成空嘛，你缘起，你成空。缘起无我嘛，缘起无我嘛，你的缘起无我，但是你是安怎无用断这个缘？因为你这个空，你无用清净，你用这个嘛，你用这个嘛，啊，你用这个分别啊，这个分别啊，因为你这个无转色心，你这个无转心生你的地位的空性嘛，你有转空性嘛？你这个色就是看形形色色以外，你后你用你的清净本体，你了解这个万年，甲你绑去。咱这里常讲出来，今百公司，目睭了一领衫用着，目睭了一领衫用着，即个你听无？我看一领衫足介意，但是我要甲买，要足贵，毋甲买要足介意。但是是安怎？因为你的心就是用色我太介意了，因为你无用着清净心，有买嘛要紧，无买嘛要紧。所以你无当去断万年，或者万年甲你绑去。所以因为你今日，所以才受苦不离，心欲惊，心欲惊，惊，受感受空。你的心若咱用着你这清净无量的自性，你这心就产生惊你啦。你照着你的本，你这个影照着嘛是你的影，你照迄个影就无啦。迄个镜就足清净的物件，因为你无互这个色甲你念着，相空不离，神通天，神啊，通天啊。咱的小小只，因
因为你想出来拢无心情，你想出来拢上复杂，想到规暝拢困袂去，想到脑筋拢衰退。以前那个你想的物件拢无健康，因为真正你的心情情，你袂用叫这北去，你袂因这个太这个色太强了，这个太有分析，这个还能作忝的，行空不离，行空不离，哦，阮存在嘛。行就是你行出来，你行出来，心中行出来了后，你自在，你人在感悟，你心脑中有记，叫做行空不离观自在。人在感悟，心不由己，叫做你不自在。心空不离，叫做这个心啊，那个转入啊，用这个心来转入清净，清净。因为你今日听到你是色无嘛，咱伫这个世间是拢用色咧，你讲的拢用色无，无论你讲善甲恶拢色无，所以咱若做单就讲善来情来烦恼治恶，邪来烦恼除，邪来烦恼治，情来烦恼除，邪情不用，清净情无为，有无？邪甲情伊拢是色。但是你这个色叫做分辨，色内底当叫做分辨嘛，伊有分辨嘛。毋管你色空，你用着这个色的内底，你用着清净做主人。那安尼当中呢，色空不，安怎见如来？事空不会见如来，你看着你如来本性，但是咱今日修相形式。问题出对的所在，问题出对所在。我性是性的肢体，我毋对，咱的自性就是这个物件，性的肢体。我运是性的之用，一句就走出来，有道一天我用，爱讲看有意思。一、两、三、四、五，你这五个内底当中，爱要走一个你摕出来。这个就是体啊，安尼不好意思，这个就是体啊，毋是离这个外口的这个色受想形式，搁要去找一个这个本体的物件，因为这个个转色成定，转定就是咧讲个色，咱的本性，咱今日所有就是拢这个色的所在，所以今日咱是老早讲讲。欲明转处不留情，反应因此那加变。所以咱甲你讲，我讲六七个人转，就是讲把你这个色甲转入智慧，你用你的智慧处理代志。所以就讲，我运是性的之用，我运是性的之用。这物件你甲当作是啥物件？这物件用的当作是什么工具？我安尼比如你听无？这个五项啊当作工具啊，这个伊这个功夫的内底当中，有一个自性啊，都有一个这个发性啊。这五个当中外口一个发性，其实这个若要甲讲的，这个就叫做发性啊。安尼讲听我意思吧？这是一个名词，你若甲转移你心情本体就是发性。那都有一个，天光人，应该好啦吼。心一是上，心是上，心是上。所以我这段啦，讲来恁若听，应该看是看咱就较简单啊，咱就较简单啊。因为伊去学这五运甲不了尾去，所以因为五运的外口，要去找到一个自性。简单讲的就是安尼啦。哦，简单五运甲当作是小的工具，当作功夫啊。哦，所以其实五运的内底当中有一个叫运中五，咱后边讲的运中五，运中五。这个运中五运的这个运中五，这个五就是讲这，这就是讲这个嘛，咱合作后边就讲出来啊。后边咱想
所以后边咱起有一个一天我唔听，好无？伊即句就讲出来，所以伫这当中，咱遮啦所以，有水业盘分析是看，应该这段啦开始看好了我是先要使用啦，一天我用的道理啦先要实用，即种摕去用啦。伊只要把先要当作上，伊内底有一个上伊不变的自性啦免有体啦伊若说这个死免啊规体，当然规体就是讲规自性体啦肉体今生，这个肉体今生就是讲因果啦这句叫做即有情之类不断不变。那安尼当中呢，就是有情的动物不断不变。安尼种听法是不断不变，就叫做常见常。不断不变就是常。若不停人生，就是讲无听到轮回因果轮回，即因即变，即因为即变，安尼叫做断。所以问题出现这里。即变代表如动物无情之物，甲当作是石头、甲草啊相像，就是无生理就对啦如是即一切诸法之涅槃之所敬服，尚不得生何之用？所以今仔日咱今学到如是即一切诸法，诸法一切法，拢互即个涅槃，即涅槃敬服就是讲叫法师。叫幸福去，所以叫这个涅槃传下来的时阵咱就拄则讲断标伊，若按照什么咯？其实伊就是讲到，就咱拄则讲的，伊就是毋知讲，其实伊迄个自性中的内底当中，咱迄个自性中是不生、不灭、到不过、到不净的物件。虽然讲今日咧轮回，但迄个自性，迄个嘛是。附属的物件，迄个无歹去，咱的自性无歹去，所以伊甲即个物件，当做即边的物件，当做是一个错误的物件，当做是一种无生理的物件，所以其实若要甲讲起来，伊即边的内底，我拄则讲的，伊拢附属。是因为伊的境界是达到完极，伊的境界是达到完极，这个完叫做满，这个极叫做空明，安尼，这个自性是达到圆满空明，安尼尔，这句的意思是安尼啊。毋是走到无情之物，毋是变成草啊，毋是变成木蕉。那安尼当中的如是，你安尼就是去互这个诸法，互涅槃的敬服。所以话，这个涅槃甲解说到怎啊？解说到死去，怎解说死去安尼去啦？因为我觉得涅槃是一种圆满甲光明。所以伊甲解释甲怎死所以这比较好敬服，怎叫涅槃怎啊？敬就是个敬条，就是个义条嘞。上不得生，永远无得人去生啦所以甲解释对这个如同无情的动物去，有情的动物去，所以伊这个气道。伊即想要袂以即个娱乐，甲讲到了即个我们内底当中，伊就伫遐三下回去。伊虽然伊要把迄个自性，咱附属迄个自性，伊怎啊解释了呢？解释上界，因为咱即个马体甲解释叫做断界，
叫做团结。所以呢，上更较团结，上就是讲，咱人，人永远就是永远，就是拢是款的物件，拢人叫做上不变，端就是讲拢无去啊。所以呢，后壁到这个活力啦，解说到这个如同无情的基本啦，拢解说伫这去，其实毋是，其实因为伊本来，咱上次话咧讲，我安那，咱有句话叫啥呐？以真期望，全望归真。有这句话啦以真期望，这个真就是讲啊，这个真就是讲自相。咱这个真，无这个真，这个叫做梦。咱就在听话，这个叫做梦。梦心嘛，分别心嘛。咱若无分别心呢，咱真正要做什么代志？所以咱这个本来这个真心了后，怎放这个实心去，怎离开这个真，怎离开这个物件？所以嘛，迄个中山上主大讲阿德之名不识真，只为将来并识神，就是因为这个梦去啊。但是因为这个梦在做代志，这个梦在处事，但是到尾来咱变成而且计划这个比较。但是你转梦，咱可以虽然你这个梦的内底当中转梦，咱你这个处事中，你到尾还归到你出现，转梦还归真，毋是咱拄则讲的归真。心里内底甲当作是当成无成基本的物件，超过观念的现象。所以因为肉体平生，若讲轮回，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若无听轮回，即永远不变。如同所有事物，如是一切，拢互这个分啊，达死去啦想不得生好来启动，所以后边当中迄个已经迄个后边这个是因为这段话就是迄个六祖里面，就直接咧甲迄个记得咧甲解说，所以这解说了对啦所以呢，这段话。其实你若用心来看，无用心来研究，你毋是安听听，但是参考一定要三着。所以呢，因为伊一体五用，你会知，无这一体五用，无这一体五用，人们甲解释叫一体四用尔。无啦，然后四分一如，一两三，一两三。色受想受，这是叫做本，这色叫做用，安尼叫做无啦毋是叫做一体五用啦，叫做安尼。所以伊只解说唔对嘛，互咱知影，今日迄个五分，就是迄个本用迄个色，咱修学到就是要变迄个转世性体。迄个心智啊，转动起来了后，你修与不修，你看到一切物件拢清净，你想一切物件拢清净，你心动了拢总无量。到尾来当中，你所有规个心情拢清净，叫做转世成就的道学。所以重点这段话就是这个不过因为生活有新专业你摆伊内底讲到完全，互咱大家拢安听到拢足有很大个我感悟，本来就基本来我感悟啦讲有啲个所在，希望能够大家互相的奉养，是咱互咱个清净啦最后就能够有大家心意嘛，就是这样谢谢各位。感谢目前饮食的前大义工。
分到第1公。B 班向无机拉姆行30公里前到1公，再1公，3公，感谢付钱人慈悲1公，分到第1公，再公，3公，感谢付钱人慈悲1公，持下向无机拉姆行30公里前到1公，再公，3公。持下前人1公，上下付前人1公，上下点完师1公，分到第1公，再公，3公，持下前人1公，上下付前人1公，上下点完师1公。好，大家晚安哦。哦，那感恩。